向正高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初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土耳其大地震，咱台湾头一批到位的救援队已经加入抢救。嘛，伫当地时间昨下晡3点40分的时，有发现生命征伤。经过5点钟传来好消息，救到一个地伫突救队内底的女性，急救不了后嘛恢复生命。 土耳其强烈地震，台湾第一批搜救队传出好消息。搜救人员伫土耳其灾区倒去的建筑物现场，听到真细声的人声，发现有一位女性带伫咧下骹，遂开始抢救作业，并且继续监测伊的身体状况。因为这位女性的身体和倒来建筑物地调的，现场作业的空间阁真窄，环境真复杂。这位女性长时间掉伫内底，或失去生命现象。 经过5点外钟，搜救人员伫当地时间暗时8点40分，把人救出，伫现场急救了，恢复生命现象。9点20，把人送到当地阿德亚曼培训加研究病院。搜救人员的心情受到鼓励，希望继续把握黄金时间，救出更较侪人。记者综合报道。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救援的黄金72点钟嘛在要进步。目前死亡的人数已经要过12000人。土耳其即马也有真侪所在也未开始救，灾民嘛已经开始不满，问政府到底伫倒位。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昨昏有去灾区巡视，有承认政府确实有欠点，也毋过嘛讲面对即款灾难，政府嘛无可能有法度提早做好准备。那叙利亚是搁较害，因为欠大型的基础，重灾区救灾行动搁较慢。 Devletlerde 3 gün düşüden bir cenaze alamadık. Sağ mı canlı mı onu da bilmiyoruz. Ölümü. 救援的黄金72点钟久倒算，真侪人到即马也无失踪家人的消息。伫重大灾区哈代省已经超过3300人死亡，灾民嘛讲拢无人伫咧测因的死活。 Cumhurbaşkanıma sesleniyorum. Hepiniz yardım edin. Hani gönderdiğiniz yardımlar? Hani kardeşlerimiz, bacılarımız. 今年5月，想要连任的总统埃尔多安找袂到现场，承认政府的应对有缺失。讲除了当天的温度计以外，哈代机场跑道和地震损害也扰乱救援的行动。 Böylesine büyük bir felakete hazırlıklı olabilmek mümkün değildir. Enkazlardaki çalışmalarımız devam ediyor. Bazı yerlerde ilk etapta havaalanlarında sıkıntılarımız oldu. Yollarda sıkıntılarımız oldu. 叙利亚重灾区伊德利布省搜救人员甲志工伫咧规片钢筋暗门土内面用手挖搬，希望会当救到人，或者是找到尸体。因过无大型的机械设备无够，阁无经验，所以速度真慢。 نتيجة المساحة الجغرافية الكبيرة التي تضررت أكثر من 400. 联合国的人道救援行动会当恢复，自加至安泰普到边境总巡点的路本来损害风起来这么通啊。 Tomorrow we will be able to deliver something across the border. 救援人员讲，叙利亚10多年的内战造成国家严重的分裂，国际社会提供救援真无顺。美国甲欧盟对阿萨德政府实施制裁，并无因为这边强烈地震而解除，也无甲当局直接接触。联合国的救援只可能透过自土耳其的一个过境点入去反抗军控制西北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咱台湾头一批救援队昨中昼是已经到土耳其的重灾区开始咧救人。咱总统蔡英文嘛有甲咱救援队的队长通电话，关心因的状况。那咱国人嘛是真有爱心。土耳其驻台办事处一天就接到3000个信息，有的是写批，有的是敲电话，讲要捐钱捐物资。 规定人用手伫咧搬砖仔甲红土，伫即个时阵无资源，只好用人搬，抢救每一个一个掉伫下骹的生还者。土耳其拄着8年来的强烈地震，台湾第一批搜救队抢时间亲历灾区救人。1、2、3层全部都是压在最底下啊，所以看是不是如果可以的话，就直接先找表层。行动作业基地我们架设在阿达亚曼的这个市政府旁边可以把我们这些资讯上传到网络上提供给这个分区协调中心进行这个相关的判断跟后续作业。关心队员的情形加救灾的进度，总统蔡英文由内政部长林佑昌陪同，加带队官黄柏村等人用视讯通话。20几年前人家帮助我们，我们这一次有机会帮助人家，我觉得是蛮好的。这一次整个动员出勤的规模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 伫咧土耳其加叙利亚边境的台湾雷伊汉勒世界公民中心，是当地唯一的灾民收容所，也毋过无水无电，
好佳再到初8暗，当地政府已经甲物资送入来。国内真侪人想要赈灾，土耳其驻台湾办事处才公布物资的需求，无到1天，就收到差不多3000张批甲电话伫咧问，6岛的市长也拢捐出1个月的薪水协助救灾。土耳其办事处讲，民众若是要捐物资，就要是清单所列出项目，而且就要是全新的，或者是毋捌使用过。记者综合报道。土耳其叙利亚发生规模7.8的大地震，死伤是真惨重。即嘛，互袂少台湾人想起咱921大地震。专家就表示，土耳其大地震是921的2倍外，会造成这么严重的伤亡，是因为地震伤大，加上当地的建筑物未欠质。有学者嘛表示，咱台湾嘛有可能发生规模7以上的大地震，所以一寡旧厝甲老厝要赶紧渡经。即个规模7.8地震，严重损伤土耳其甲叙利亚。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陈国昌表示，土耳其地震的能量是921大地震的2倍外，讲台湾也是有可能会发生规模7以上的地震。以台湾来看，我们规模发生7以上的几率不是没有了但是应该这么说，如果以台湾的断层来看，规模发生不用到7.8，它只要规模超过7.0、7.1，它就会造成蛮大的灾损。专家认为讲，这个土耳其大地震伤亡会遐尔严重，有主要3大原因，包括当地厝内建结构歹，一直有余震，加上主震发生的时间伫透早4点外，真侪人拢伫咧厝里休困。观察土耳其大地震发生的所在，真侪专家估计，遐个长站差不多有200公里长。不过台湾国内长站上长敢若100公里，所以陆地若发生规模7.8地震，机会是无大。不过万不利地震若发生伫咧人口密集的西部地区，后果恐惊是不堪设想。专家嘛提出防灾办法。你要减少地震的灾害，就是把房子盖好。那你把比较老旧、不耐震的房子，以前盖的房子，你要赶快重建。这样的话，它一定会大幅的降低整个地震的时候造成的灾害。根据地震测报中心的统计，最近30年来，台湾捌发生的前6大地震，上大规模是1999年的921地震，地震中心伫咧南投，过来是规模7.1，分别发生伫咧2004年甲1996年。现在2006年12月2日，同一天就发生2届规模7的地震。地震测报中心提醒，未来规模7以上的地震也是有可能会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若伫台北人口侪厝阁密，土耳其大地震嘛，互外界关心台北市旧建筑的安全问题。根据统计，伫台北市30年以上的旧建筑大约有98000多栋，也毋过到今年的1月底，敢若900件有成案会要改建。建管处即马就鼓励民众，伫都更还未讲成进前，30年以上的老厝应该爱做耐震的评估。土耳其的强震伤亡真惨重，也显现出老旧建筑的公安危机。根据台北市府统计，台北市超过30年以上的旧厝大约98000多栋。实际来到艋舺区，当地民众讲，40-50年的旧厝四界拢是。住了40多年了，地板有一点裂了，对不对？如果在大地震的话，一定会垮掉了。当然是会怕。当然我家的更多更老哈，我家已经60年了，可是我们那里已经说了3-4次，只有2位，40几户只有2户不要就不行了。都市更新整合困难，都发局讲，尽管围绕改建，即阵台北市成案数是全国第1，到1月底成案数达到900件左右。不过进度虽无紧，所以也是围绕改建需要所有权人100%的同意。因为了协助旧厝的重建，建管需要提供民众评估老旧建物结构安全性能加重建计划补助的费用。老旧建筑大概普遍耐震能力都不足了。那对于这个30年以上这种老旧房屋，其实我们是鼓励市民先行做一个耐震能力的评估。台湾其实不光台北市，应该要来做一个强制性的全面的建筑的普查。
不是所有的方案都是要透过重建解决，是有些方式只是透过你的整建维护或是结构补强的方式。建管署进一步表示，这几年因为欠工人，也有营建关不了起价原因，拢是短期和围绕改建推动进步无够紧的原因之一。为了加速推动危险的旧厝改建，台北市府也继续来讨论因应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会减弱，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敢若东半部、金门、马祖有局部地暂雨，咱同齐来看温度。受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东北季风的这方面，今仔日是东半部会落地暂雨。若温度的方面，北台湾的高温是20度至22度，南部高温是有30度，也毋过中南部早暗的温差会较大。今日透早，西半部到大棚、桃园、台中有法布大蒙直报，若新竹甲苗栗能见度嘛有较低，拢爱细致。另外，气象局嘛表示，明仔载拜五东北季风会增强，水汽阁会增加，北部、东半部阁会落局部地暂雨。若后礼拜可能阁有寒流会到位哦，温度会降到剩无10度，所以乡亲寒天衫也毋通收。来关心屏东的万丹土墙火山阁喷发，附近的早冬稻仔拢互落个满影淹了了，农民的心花拢乌有去。若即届喷发，离顶一届才3个月过，民众烦恼讲，这么接敢是有要大地震？专家是表示，土墙火山毋是一般的火山，所以民众毋免想过头烦恼。大火甲土墙一直为土地闷出来，其中一个闷出来的坑就伫咧电线下骹，火是烧要一层楼悬。有去烧到电线，情形是真危险。雾起来自然燃烧吼，所以有着电线的皮啊吼，所以阮有赶紧联络台电来断电。初一半暝11点外，屏东万丹阁一届有土墙喷发，一直到初八早起5点外才停落来。民众听到有土墙喷出来，透早就放弃去当地看，因为初一早起发生3届地震，嘛有在地人烦恼2个事件的关联性。真正也有地震嘛，刚刚5点一咯。泥火山，但它本身不是火山，所以其实是不用太过于在意。它底下并没有岩浆库。当地村长表示，土墙伫永过每一年平均喷1届至2届，去年4月、6月、10月拢总喷3届，已经算是真罕见。想袂到初7阁一届喷出来，敢若过3个外月，这是侪年来头一届伫早冬稻仔期间喷发。这稻仔去互土墙引起。土质恢复大概5年至6年，或者农民心是真痛。农作物的部分予以补助的一些工作啦，都是依照那个水灾的防救法的那个部分，有一些泥土埋没造成农损的部分，我们会去处理。农业处紧急启动天然灾害救助，不过即马土墙愈来愈接喷发，而且地点甲时间无法度预测，互农民真好预防。针对这点，农业处会找地质学家、甲交通旅游处建议，甲当地规划做地质工程的可能性，协助产业做转型。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国台办有公布讲，第一批中国有16个城市，希望会当量早恢复两化直航，嘛呼吁爱紧取消小三通的限制，爱全面恢复。咱陆委会是回应表示，相关的机关拢已经有在评估啊，嘛呼吁对话唔通政治操作，公东公西。来关心自由时报。台北客运、桃园客运甲三重埔客运联合经营的4条路线，对2月13后礼拜开始优惠会收水，票价就会小夸起价。业者是表示，总共无要检讨票价，因可能就做袂落去啊。真侪路线拢爱停驶。客运工会全联会嘛拍算伫2月底时要开会讨论，会甲业者意见报予公路总局。来关心联合报。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因会伫今仔日对外宣布室内会使唔免挂喙暗的细节，也毋过未随实施。有春秋的期间，会先去观察疫情的趋势甲医疗量能的变化，再过来决定讲当时要开始实施。那咱的疫情昨昏国内是新增加23000外的本土病例，有专家是表示，咱国内的本土病例确诊数已经有连续5天在下降。那咱台湾目前算起来，群体的免疫力大约是55%。那总共达到70%，就当全面解除封锁。新冠疫情继续累落来，初八拜三新增加23893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三同期减少2成4。
死亡是54例，其中包含3例特殊死亡个案，拢是40外岁中壮年。内底有一个肝硬化鼻酸的男性，因为有污便，规身躯无力到急诊 ，PCR 阳性确诊了后，经过检查，双边有血炎，加上消化道的出血，虽然接受治疗，不过迄天并发呼吸衰竭而死亡。是有肝硬化等等这些慢性病史的中壮年的民众，可能会觉得自己年龄不大，那个风险不高而没有接种疫苗，尽可能还是接种这个满3剂，而且可以最好打满4世代的疫苗来加强自己的保护力。本土疫情因连续5天病例数下降，有公卫学者讲，台湾即阵受到自然感染，也有疫苗保护，群体免疫保护率大约是55%。那以澳洲甲韩国经验来看，就算防疫全面来放松，中档就业会增加伤紧。建议台湾再利用精准自主的防疫，达到降级解除禁令。接触脆弱族群的人可能能打双价疫苗，那么就可以一起达到群体免疫70%。这时候呢，当然就可以做降级解封。对着65岁以上老人甲脆弱族群，专家员建议注射次世代疫苗来降低患着了后并发中档增加死亡风险。而根据指挥中心统计，民众疫苗注射率头一剂是94%，第二剂89%，对家剂76.3%，第二摆对家剂22.5%，其中65岁以上老人注射率是45.7%。记者综合报道。防疫有放令，所以大家即马会开始去餐厅食饭，会出门去游览去佚佗。业者有生意通做啊，也毋过嘛开始咧欠骹手，亲像餐饮业饭店就大欠工。有人力银行即马调查是显示，伫1月份的时有13万笔甲餐饮相关的工作机会。啊，若为着要抢人，麦当劳即马讲伊要加薪水，也有一寡连锁的餐饮集团即马毋若要加薪水，佫会提供邮件的津贴。亲实体人起来点食物，提供快速的供餐服务。素食业者麦当劳是真侪人爱食的素食店，尤其是防疫放松了后，过来出现一波过年大家拢出佚佗的情形。餐饮业的生意拢真好，真欠人，就大家拢要紧来请人。麦当劳要对3月开始全面调薪水，像上例调薪水了后，含津贴起薪会超过4万，并且有加招募上千名正式的工作人员。招募的正职人员就超过了1000名。里面有乡里啊，有服务人员等等，所以我们很希望，全国能够对于餐饮服务业有兴趣的好人才都能够踊跃加入。讲破道具，家规拢落来，希望中华队本届经典赛拍出真好成绩。连锁餐饮集团享平餐路除了赞助中华队，也替员工加薪水，也补贴有利津贴。先头一梯还2万，第2梯佫再还2万，第3梯发5万，用好福利来抢人才。公司很重视人才的一个培养跟奖励，所以我们都很多的一些政策上面都会持续的推出。对于想要增产报国的同仁，我们第3胎的话，我们会有5万块的一个生育补助。提高薪资的话呢，才有办法让他们这个长久的留任而来减少这个所谓兼差人员的一个这个聘用，也就是说降低这个离职率，提高上心力跟这个忠诚度。人力银行调查有9成是上班族，去年了什么外头路是14年以来上多，而且1月份有13万笔的餐饮相关的职缺，比去年同期明显增加2成2，互想要做餐饮业的民众有加真多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是发表伊任内第2届的国情报告。72分钟的演说内底，伊是警告中国千万唔通去侵犯美国的主权。伊嘛强调，无论俄战争拍偌久，美国拢会甲乌克兰徛共平。那拜登是头一届伫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发表演说，共和党的议员有几若届拢发出声音来交叉演说，甚至有人徛起来骂拜登是变神啊！美国总统拜登徛起哩台顶，先甲新立的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握手，随着讲想要跨党派合作。伫1点钟过12分钟的国情咨文，主要重点是放伫咧美国制造，也有重建美国工业重点等民事政策。这种言论，和唐纳川普领导的共和党抢走真侪民主党拿领家己选民的选票。拜登宣扬当前美国的失业率是正伫咧半世纪以来上低点。通膨也愈来愈稳定，后个月会发布新的预算提案，讲要减少预算赤字2兆美金。12 million new jobs, more jobs created in 2 years than any president's created in 4 years, because of you all, becaus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拜登也宣扬伊的氢气能源倡议，并且警告讲气候变迁是美国的外部威胁。不过也承认，伊还抑阁需要就油加天然气一段时间。拜登也讲到药物滥用、警务改革，抑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问题。特别讲到中国时阵，拜登是重申，甲中国是竞争，毋是冲突。愿意甲中国合作来促进美国的利益，并且造福全世界。讲到顶礼拜伫咧美国领空发现中国的侦察气球时阵，伊讲，若是中国威胁到美国的主权，将会采取行动保护国家。警告中国唔通就是美国的输。Name me a world leader who changed places with Xi Jinping. Name me one. Name me one. America's rallying the world to meet those challenges, from climate to global health.To food insecurity, to terrorism, to territorial aggression. 拜登伫咧讲到内政议题的时阵，看法无同的共和党的议员直接对拜登表达不满，几度便大声呛声。新国会票选众议院议长强烈反对迄当阵众议院领袖麦卡锡的共和党极右派势力自由党团的女议员格林，直接站起来骂骗子。Some Republicans want Medicare and Social Security to sunset. I'm not saying it's a majority.Anybody who doubts it, contact my office. I'll give you a copy. I'll give you a. 拜登演讲结束了，共和党这边是派上少年的州长，巴特连川普政府时期做白宫发言人的阿肯色州州长桑德斯回应，那是拒绝拜登跨党派合作的提议，也指控拜登伫已经严重分裂的国家，搁伫咧人文化战争。In the radical left's America, Washington taxes you and lights your hard-earned money on fire.But you get crushed with high gas prices, empty grocery shelves, and our children are taught to hate one another on account of their race. 另外，共和党的资深参议员罗姆尼是和媒体协调，伫咧入场时阵停来，踮新高众议员桑托斯面前，唔知伫咧讲啥。要让记者来问，罗姆尼讲，伊是甲桑托斯讲，伊无应该出现伫咧议场正中的这个位，若是佫知影见笑，就根本无应该来。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镜头来泰国北部的边境，伫8日时是传出一个7个月大的细汉囡仔落入去30公分宽的古井内底。当地是动员100人透明抢救，经过17点钟，真细致换看乌、晕乌，总算把这个囡仔救出来。经过17点钟的抢救，救援人员将把这落伫深井内底查某囡仔讲出来。这时阵，互辛苦规暝的团队将放送落来，大家是南斗阵真欢喜。你知呢？就伫边仔来自缅甸做义工的查某囡仔爸母也感觉真欢喜。这事件发生伫泰国瓦郡缅甸边境的达府，时间伫8日下晡。当时这查某囡仔爸母正伫农场做事，甲一岁7个月大的查某囝放伫边仔，互伊家己耍。无想伊落入一个宽酒30公分、深大约15公尺、下高井13公尺深的所在。随后赶到现场的救援人员，甲摄影机放落去，翕到囡仔规面砖头正伫靠下面，赶紧用塑胶管甲勇气送到井底，互伊会使喘气。所来甲古井边固定了后，伫边仔挖出一个环的坑，期间因必须要真小心来挖，避免这个坑落来，造成内底石头落入去古井内底。经过17点钟了后，8日早起救援人员将到囡仔落去这所在，成功甲伊送上地面。当地官员讲，囡仔看来有惊到，而且人真仙，不过人不要紧。救起来了后，赶紧甲伊送医治疗。另发生意外，这深井是当地民众探地下水流落来这个坑，事后了后并无甲伊扛起来，才发生这个事故。加在现场上100人斗阵来抢救，才避免一场悲剧发生。国际新闻张慧敏编译。那秘鲁的海沙堡最近是日头传出有海狮死去，数量已经要600只。当地保育单位检验了后，即马是伫海狮体内发现 H5N1 的病毒，认为这是去喂着禽流感才死亡的。那当地嘛有超过5万只野鸟去喂病死亡，所以当地政府即马赶紧呼吁当地人唔通去吸海狮甲野鸟。外面这只海狮倒伫沙堡啊是袂顶袂动。温树顶的皮嘛已经烂去，不时还佫有雨神伫顶悬飞来飞去。秘鲁海沙堡最近这几礼拜一直出现死去的海狮，到初七为止，已经发现585只死去的海狮。保育单位检验了后，发现这海狮应该是去喂着 H5N1 禽流感病毒死亡的。除了海狮，
当地嘛有55000只野鸟去喂着 H5N1 病死。秘鲁政府已经发布生物警戒协议，呼吁民众爱避免甲海狮还有野鸟接触。当地去年底就传出禽流感的疫情，11月份的时阵，有野生的布袋鸟染疫死亡。后来，阁有饲鸡场爆出疫情，甲要4万只鸡卖掉。当地农业卫生机构认为讲，禽流感的病毒是为北美来的毒鸟传过来的。同款出现生态危机的，还阁有美国一个非营利组织册立公布报告，讲当地有40%的动物，还阁有34%的食物有断种的风险。When you have a habitat and species start going extinct or becoming smaller in number, eventually that can cause the collapse of that habitat type. 科学家指出，某一种动物或者是食物消失，可能会影响规个生态，亲像断种风险较悬的淡水海鲜，有维持水质的功能。若是绝种，鱼仔类嘛会大大受到影响。目前全美国已经有41%的生态系统面临崩盘，主要的原因包括土地退化、入侵的物种、受人类行为的影响，也有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等。研究者呼吁政府要赶紧通过相关保护的法案，唔通让后代子孙无机会看到这个真世上的物种。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Microsoft 微软测试的时有小解，因开讲机器人 ChatGPT 的应用，表示将这项人工智慧的技术用伫超找病大病，未来要找资料都袂输咧开讲同款。若这个开发、这个应用是对 Google 甲中国的百度造成正大的威胁。It's a new day in search. It's a new paradigm for search. 微软测试宣布，甲开讲机器人 ChatGPT-4 上新 AI 的技术，结合因新版的Bing超找引擎，超找许多变做是会当开讲的，会当用自然口语的方式来问问题，甲背景甲超找目的讲好清楚，就会当得到袂输是助理分析整理过，搁较大把使用者需求的信息，而且毋若一条一条超找结果的连接。未来伫规划旅行，买物件比介绍，拢会当搁较利便。Everywhere we go, all computer interaction is going to be mediated with an agent helping you. In fact, we're going to have this notion of a co-pilot that's going to be there across every application canvas inside of an operating system shell. 开讲机器人上市几啊个月就请假掠袂掉，挑战几啊10年来，网络用户上界熟悉，差不多是由 Google 规碗旁的金鸡母关键字超找功能。Google 去年已经发出红色的警戒，嘛快速反应，造成团队加速相关的研究。而且，像伫个微软测试发布会前一天，讲会推出因的开讲机器人 Bard， 按照伫个测备举行线顶发表会。毋但安尼，中国超找引擎大公司百度嘛表示，准备推出 AI 开讲机器人 ErnieBot， 发布的日期还未确定。苹果嘛按算举办内部的 AI 峰会，这场人工智慧大战因是输人毋输阵。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今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英国嘅首相苏纳克今仔日签署两国嘅团结声明。英国讲会支持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嘅公约组织。苏纳克嘛表示，无排除要提供乌克兰北约规格嘅战机甲当地嘅飞弹。继续关心北京嘅国安会战略协调官科比今仔日表示，美国是正认真在看待协助咱台湾自我防卫007嘅责任，会继续甲咱台湾对话，了解咱台湾嘅需求，啊，佮有台湾嘅能力。也毋过，伊嘛表示，美国甲中国在竞争，毋是要起冲突。美国是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并无改变，而且无支持台湾独立。在关心台湾有派出2批救援队去土耳其救灾，计共有130个人，也佮有5只搜救犬。英国的 BBC 伫 IG 顶头就用咱台湾搜救队的相片来做头一页，嘛用国家来讲咱台湾。啊，那联合国即马嘛头一届，甲咱台湾的搜救队列入去联合国官方的搜救队内底。咱的消防署表示，这对咱国家来讲是一大进步。镜头搁倒来咱国内，咱来关心民进党台南市议长邱丽丽，也有副议长林志典牵涉正副议长的贿选案洪交保。邱丽丽伫昨昏是主持临时会，也毋过甲国民党的议员起冲突。国民党的议员是爱伊请假，无就讲爱伊比较进前台南议长李全教共款，爱请假无就爱请时。啊，那邱丽丽是表示，伊会继续做议长，伊嘛会听外界意见。
国民党台南市议员卢坤豪特别冲击的主席台，民进党真侪议员出面阻挡，双方抢来抢去是真紧张。请回责吼，我来处理。民进党台南市的议长邱丽丽、副议长林志典是涉入政府议长的贿选案，2摆交保了后，特别是第1摆开临时会，卢坤豪是当面指控邱丽丽是乌金，指邱丽丽过去批评国民党将台南市议长李全教用议会保护线秘书法调查，即嘛家己嘛共款，问伊敢会比较请假请时，民进党出来请是当倒啊呛政治喙烂。我们听你讲话嘛，你的标准伫倒位？你是不是爱成劝告？你要不要尊重市民？你是不是爱成听劝告？休息分钟。邱丽丽本地阁讲队啊宣布会议休困，经过调停，才阁开始开会。民进党议员新进党认为讲，临时会是审查一算，唔是审查议长的。邱丽丽嘛回应讲，这攻击唔是事实，应该来等来审一算。在议事厅里面公然讨论司法，而且很多都已经是针对个人的人身攻击，我觉得非常的不妥。我想说，议员都很关心市政，那我们也尊重，基于议会自主的原则，那所以在议会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尊重。邱丽丽表示讲，会去听各界意见，但是呼吁重点放伫审查的内容。对拿赢好的讲主席换人做，邱丽丽讲会做好议长的角色，推动议事的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56岁民众去爬山，尾也是找不路，赶紧向消防队讨救兵。救援人员尾也是有救到人，验过嘛发现讲，这个人穿底裤、穿底裤，搁穿衬拖，而且无早水、无早食的有影是真好打。有专家就表示，要爬山，搁无做任何准备，确实是真危险。天已经暗啊，搜救人员护送这个山友落山。详细一个看，这个登山者穿底裤、甲底裤、甲衬拖。才是下晡，台中市消防局接到报案，一个56岁的民众，一个人去爬国馆7项之一的往五尾山，为内容出发，差不多过到9、3点，回来时阵因为路无熟，找无路，所以打电话找人斗3工。2月7日下午2点52分接获报案，乌东县有一名男性，年约56岁，迷路，请求本局支援。本局人员于下午6点17分接触报案人，报案人身体状况良好。无受伤情形，给予保暖心理支持后，协助护送下山。国馆消防分队要怎找到这个民众的时阵，发现伊无早登山装备，嘛无早食的家啉的。虽然成功救到人，伊嘛平安无代志。不过登山专家讲，乌东创走全程16公里，关价差有到1300公尺，沿路是山坎甲崖壁的地形，一般人行一抓都要10点钟，人拢无准备就去爬山，会陷入真大风险。最少要有3餐以上的粮食，加上大概最少2000 CC 以上的饮水。他这么简易的装备的话，万一他迷路了，或者是山上下雨了，很容易造成失温的现象，这是非常危险的。疫情转好了后，民众去爬山的频率大大增加，不过现在拢无要以风险的评估。去年地标立关还阁捌1天内，有无共对翁仔某去爬山。拢因为体力无够，掉伫山顶，尾也来寻求协助。呼吁民众伫爬山进前，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保护家己，嘛互消防单位保留救援的能量。记者综合报道。若伫苏花界的人水泵坑，前几日有2个查某，那亲像是踏车过热，当想要放尿，全爱落车伫路边黑白放。不过呢，这是违法的行为，会犯法的。公路总局即马是表示，民众准讲踏车还阁等得急，会当打电话请求协助。苏花界泵坑内底踏车排甲长乐路，煞看到2个查某囡仔向落车到泵坑的边仔，一人摕外套斗3共遮咧。过四界看，互另外一个人来放尿，不过安尼行为恐惊会食罚单。有关随地便秘的部分是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第7款的规定，处1200到6000元的罚款。根据废弃物清理法，民众来凊彩放屎尿，应罚1000之以上6000块以下。若伫泵坑内底凊彩停车，也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应罚赛车人600块以上1000之以下。只能忍了呀，只能忍。对，会下去上厕所吗？那像你说在路边吗？对啊，应该是不会。因为隧道里边，实在是
不是那么方便。看到安尼行为，大部分的人拢无认同。啊，不过若拄着塞车，真是溜真紧，其实有更较好的办法。打我们南澳交控的这个服务电话，那我们南澳交控自然就会派这个事故处理小时去协助他。公路总局表示，门口内底有交控中心的电话，用互民众打电话请求协助，在民众到上近的变数解决。过去也捌提供真侪摆协助，只是民众长时间塞伫车阵内底，若真是忍袂了，搁打电话求助，是毋是会被负呢？可能也是难解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高雄的寿山动物园去年底征收好势了后，重新对外开放，游客嘛真多。想袂到有游客去翕到一只长片细熊受其他细熊的攻击，规身躯拢是伤。啊，若尾这只细熊嘛不幸过往。动物园是表示，应该是港的细熊咧拼地位，才会发生冲突。真侪游客拢爱来看长片细熊，看因食水果的模样是真古锥。高雄寿山动物园自去年底重新开放了后，游客是真侪。初七的时，有游客伫长片细熊展示区看到一只港的细熊互动盘攻击，规身躯伤，也赶紧通报动物园的人来处理。准备一下网子，就马上去把它那个收起来，送医疗室这样。雄性个体，他们其实在决定他们在族群内的位序的话，通常会经过一个像是打斗啊，或者是斗争的行为来排定彼此的位序。那其实常见的话，可能大概是像是轻微的抓啊或咬。受伤的长片细熊送送到医疗室的时已经死亡。寿山动物园判断讲，可能是港的细熊伫咧争领导地位才会相拍。根据了解，园区原本有15只长片细熊分做3阵在饲。发生攻击事件的群体是昨年5月伫园区出事做伙大汉的，但是因过毋捌互相攻击过。因为我们都是带小朋友出来哈，就是当然是避免说有这样类似让小朋友看到不 OK 的一个画面这样子。昨昏才发生细熊互相攻击的事件，今仔日透早也是有真侪老师带学生来参观。对前一天发生的代志，伊嘛感觉真惊吓，希望园方会当好好照顾这些动物。动物园嘛强调，未来会密切观察这些细熊，未来卖饲甲只物，避免佮发生这款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是咱台湾往来食价上大的外销市场，也毋过伫去年9月份的时，互中国向禁止进口。农委会嘛当地用各种管道来解决。若昨昏，农委会嘛开记者会，在推广往来食价的加工品。农委会即嘛表示，嘛会第三地鼓励农民改正罚款。毋过大东县的农会是表示，改正的收益其实是无往来食价遐尔好。若要改正啥物，目前嘛也咧思考。半岛顶的往来食客加工品，若会使拍干做饮料，阁会使加做保养品。现主是往来食客当咧大出，但是上大的外销市场中国，今年9月煞禁止进口，各人受到真大影响。因为新鲜的往来食客也无法度出口到日本、韩国。现主是当咧以蛋糕、加工品等等的方式推广。气泡园我们预定要今年要达到有800万的这个营业额。果干或者是这些冻果所做成的冰淇淋，大概是有3500万的业绩。加工品的目标是3000公吨，目前敢若完成要1000公吨。除了加工，政府也第三地鼓励农民转做改正大麦食客等等。从前年的9月20号我们开始推，转做目前已经有360公顷。那我们希望今年年底可以达到500公顷。但是呢，要种什么作物，实在如果以经济价值来讲，还是以凤梨世家最高。即使它现在崩盘到这种情形下，它还是维持了一个基本的一个量。戴振东表示，虽然往来食客的价销甲进前同期比拼落甲剩一半左右，但是收益也是有基本的量。目前加工品出口等措施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也会使延长往来食客买卖的时间，但是要消化全部的产量，阁会拍拼。记者郭富良随台北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看家己的溪口，咧推广传统的竹海艺术。若即几冬嘛，因为有布袋戏剧团有进驻，所以有带动布景的彩绘甲红仔雕刻，才会布袋戏的产业链。为着要互这个所在文化会当复兴，这个社区当地人即马拢总动员，伊要用野台戏的方式来小解布袋戏甲溪口因果的基地。大人甲囡仔伫庙口戏台顶练习。
戏衫甲道具拢是利用砖卡找到的物件来制作。博演呢嘛是在地溪口的故事，希望透过社区产业甲学校的力量，让在地囡仔了解溪口的历史。带咱地方的囡仔也好，就是咱的乡民也好，大家做伙来把咱的这地方文化提升起来。外来的游客透过这个计划吼，更加熟悉咱溪口安尼。住在这个土地上，然后能够为这个土地做一点事情，表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是对孩子的人生跟溪口在地都是很有帮助跟意义的。嘉义县溪口乡为4年前开始推出地方创新实验计划，透过布袋戏剧团的进驻，增加更较多元的内容。因暗算伫这礼拜6礼拜要来做野台戏，向大家展现装卡的活力。从整个布袋戏的演出，然后包括一些道具的制作、舞台等等，其实溪口有非常成熟的这个相关的工作者。那我们其实是希望用这样的演出来做一个带动。我们在整个都市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吼，那农村带来很多的那种价值的那种焦虑跟模糊。那我们希望透过戏剧化，把这样子的价值，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反省，重新把它整理出来。乡公所表示，溪口有真侪传统工艺甲文化，希望透过社区规划团队的计划，唔但延续地方的文化，嘛让外口的人当来认捌溪口。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那伫新竹市是有学校探险馆，带各中生去绿岛过6天5暝，进行环境生态训练。过程中，这囡仔爱家己洗衫、家己煮食，搁爱用水桶想办法去起一个简单型的船仔，嘛，互这学生囡仔度过一个难忘的休馆。一阵高中学生沿路拼势骑铁马，无论安怎忝，嘛爱继续向前骑。一路若是碰到铁马故障，就要做伙想办法来解决。刹车怎么了？它单边磨到，所以没办法去骑。本来以为还好，结果比想象中严重。新竹市有一间高中探险馆安排学生来去绿岛做6天5暝的3天环境生态训练。过程中，学生就要家己落手用水桶做船仔，学习在海上过独木船。食暗顿的时间到啊，嘛是爱家己煮。来绿岛以前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应该的，像是每天都可以洗澡，或者是每餐都可以吃饱等等。哇！然后来了绿岛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些东西在某些层面上是奢侈，而不是应该的。也没有长时间自己在外面露营过。然后我想要来这边挑战看看，然后来到这边之后，就会觉得说，其实，在野外生活，在比较外面生活，真的很不容易。学校讲活动主要是要学生脱离舒适的环境，其实囡仔比父母所想的更加勇敢。学生会当对过程内底学习解决问题，嘛学到课本以外的知识。让孩子训练组装单车，然后学会这种团体的生活。然后再到绿岛里面，再把它到底怎么样到一个岛屿里面好好的过这样的生活的方式。在老师的带队之下，学生完成每一项困难的任务，嘛有学生在外岛度过6天5暝难忘的寒假。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体坛大车饼来看 NBA 新的得分王，这是美国职业篮球 NBA 洛杉矶湖人队的球星 James， 初八伫主场比赛的时，伊有摕到2分，这嘛，互伊生涯的总得分，即马已经有38388分，将做史上新的得分王。接到队友的传球助攻，洛杉矶的湖人球星詹姆斯就拿摕到2分。伫跑步史上得分王的纪录，只个拿差2分。纪录的保持人天高食饱，也伫咧边仔替伊拍步啊鼓励。詹姆斯无互球迷等伤久，第3节最后10秒钟跳投球入提分，创造历史。这球入了，詹姆斯以个人总得分是到38388分，超过食饱的纪录，将做联盟史上的得分王。伊伫跑步纪录了，比赛暂停替伊庆祝。Thank you to the Laker faithful. You guys are one of a kind. To be able to be in the presence of such a legend and great as Kareem, it means so much to me. It's very humbling. Please give a standing ovation to the captain, please. 原纪录保持人传奇球星食饱到场中，甲詹姆斯做阵翕相。詹姆斯感谢出来人，也有甲伊拍拼20几年的伙伴。To my beautiful wife, my daughter, my 2 boys, my friends.
my boys, my family, my mother, all my, man, everybody that's ever been a part of this run with me the last 20 years, 20 plus years. I just want to say I thank you so much because I wouldn't be me without y'all. 买票平台资料，这场比赛票价称正悬，上俗的门票就要284块美金，差不多大票8500。比赛后接受访问，詹姆斯真有自信，讲家己是史上上强。这是伊第4遍讲家己是史上上强。虽然那段公认篮球之神Jordan永远是史上上强，不过詹姆斯有纪录背书。A record that has stood for nearly 40 years, which Kareem, many people thought would never be broken. LeBron, you are the NBA's all-time scoring leader. 而讲一讲，一个另外一项纪录，布鲁克林篮网的后卫汤马斯，伫对太阳的比赛，搁再摕43分，可以连续3场比赛拢摕超过40分。汤马斯以22岁过118天的年纪，达成史上上少年连3场40分以上的纪录。公司新闻林伟林将建光编辑。世界正新息来看，伫日本有一间做家具的品牌，甲一般有人厝内有的这冷气碰椅，变做咱人会当弄入去穿的衫，所以就会当穿伫身躯，随时拢会当，若是感觉忝，就会当摕落去倒落来，有影是冷死个舒适。这毋是啥物表演用的物件，是真正会当穿伫身躯顶的平大骨碰椅。日本一间家具品牌是真有创意，甲会当倒何必徛这种平大骨的思想发挥到上大，推出这种会当穿的平大骨碰椅，也被社群网站的反应真熱。お腹部分が重い感じがしますね。でもすごい楽しいですね。就像讲，因是伫一摆公司的活动内面，意外发现讲有即种会当穿的平大骨碰椅，是真受员工的欢迎。因着趁疫情期間，大家伫厝的時間變較濟的時陣，推出即種新產品，大家會當穿甲倒就倒甲倒，好好放電一下。やっぱり今この巣ごもり需要をコロナでお家の中で過ごす時間が多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ので、少しでも家の中の時間を楽しくくつろいでもらいたいなっていう思いが込められています。有消费者试穿了后发现讲，不管你是坐咧、倒咧，还是趴咧，拢会当找到上舒适的姿势。用手提電腦，還是看手機啊，拢真輕鬆，而且寒人用真保暖。思ったより軽くて、あったかい感じなので、冬はもうなんかこれ1個着るだけで結構ポカポカしてくるなって感じ。目前这种平大骨碰椅有大、中、小3种 size， 大人囡仔都会当穿。规家伙仔伫厝做伙享受啥物拢毋做的趣味。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那日本的自动贩卖机嘛真时行，已经真做日本真特殊的文化。所以即摆有一间掠海翁的公司，就说3台卖海翁肉的贩卖机。这个贩卖机内底有罐头、有沙西米、有鱼肉，要买啥拢有。百元麻米小姐兴趣是到海翁肉自动贩卖机头前，想要买一份海翁培根，想要到拢卖了了啊！只好选择冷冻的海翁尾。这部分的海翁肉被看作是珍贵的美食，一份亲像雪文大小，都要3000一票，差不多696块新台票。知能の高い生き物を殺す意味もなく殺すっていうのは良いことだとは思っていないのですが、ちゃんと調整とか世界とのバランスを取った上での数量をっていうことであれば、これは日本の食文化でもあるので、美味しくせっかくあるものならそのままじゃ廃棄とかっていうことよりはいただいた方がかえって命も大事かなと思ったりもしますので、何より私好きなのでじゃあ食べられると嬉しいなというところです。反捕鯨の団体から嫌がらせ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があったという経緯があって、で今もそれでなかなか大手のスーパーさんそういうことは僕が言ってもほとんどないんですけども、それを慎重に対応されて今扱っていただいていないと。で消費者の方々はどこに行ってもクジラが置いてない、食べたくても買えないっていう方が結構多くい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ね。そういった方に、買っていただける、場所を提供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この、自動販売機の無人店舗を、始めることにいたしました。
国际掠星委员会 （IWC） 1986年开始禁止商业掠海翁，不过日本一直用科学研究的名义，继续在日本专属经济海域掠海翁。2019年甚至宣布退出 IWC， 搁在隔年7月恢复商业掠海翁，引起真济保育团体批评。日本产业只有一间营运商，规百个工作人员。渔业局资料显示，这几年海翁肉占肉类总消费无到0.1%。掠海翁的官员将消费量落车，指向是因为疫情才无法度进口。在成功说服冰岛唯一一间掠海翁的公司全部撤销日本了后，今年的进口量有希望成长1倍到2700吨。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天气报你知，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有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是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是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6度。外岛10度至1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